不是不思是鱼头一枝花。最让四姑娘你做啥挑比容？你半手叮当论文是随便哪不能说出版，但是要说句话非常难。侬听见你爷爷唱戏，你当然想看。一听说谁让隔壁头，那么夜里向就跟奶奶去。哦，崔同志紧张得急，我说没宝，爸爸，你千万不能来。我要去看的。你千万不能。唱戏我从来没看过。你是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这唱戏里边可有个规矩。什么规矩啊？爸爸在台上唱戏，女儿在台下她不能看戏的。为什么？她一看呢，爸爸准唱错。哦，是有那规矩，你是不知道。方才就是那个行当，就那个行当，好几个人你抢我夺。哦，那个朋友是爸爸老朋友嘛，所以这才给你爸爸呢。啊？哦，有这个规矩呀！你不能闹着玩的啊，不能来。搿是太违法气的。反正我去也去，要只废话我不知教。我现在搿个动地太违法气了还。好的，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不去。对，什么时候可以了，我会带你去的啊。好的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哎，我总算侬你不懂不晓得把我瞒过去个噻，所以升到台里的啪，基本上动地侪没出来个噻。哎，那边看看搿个屋里向啥人当家，那是美宝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美宝。爸爸，这是爸爸3天的包银。哇，12块大洋。这吃的东西呢，现在11块6毛，收好了。好的，到底是角儿，红角儿。你看呢？西洋分厂动地已经拿走来着。没喊，那爸爸您休息一会儿啊。没办法，顶顶眼睛，拿去喂动地玩。搿茶房了，老板娘了，面孔是难看个，看不起我要。今朝嘛还装上气子，所以一路出来一口门，一个茶房了浪。阿炳搿个摄像头，是铺子啰嗦。现在辰光没啥事体，浪看摄像人士连环画，前吃扎金头浪，摄像头听见阿炳头回过来一看门，一眨眼个头，哪能啦？啥体啦？我晓得个呀，吃夜饭辰光到了呀，要关中午到包饭桌里向去请了呀。安可姐，这面孔就失礼。我们欠你多少了？欠多少了？刚刚老板娘才关照，是今朝还不出，拿搿个箱子留了，还拿当我公调，我当侬讲是欠多少了？那会得出不啦？给。哦哟，分货账大拿出来一张10块头，吃光了一身交通人哦。一个礼拜要几户动地，一天得听2千是8块4块洋钿，你10块洋钿上新张票子。我拿去。哎呦，哎呀，哪张钱呢啊？你拿着呀。哦。你呀。我也多下来个1只个嘛，1块6块，你还多1块6块啦。还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不可以这么势利。是的啦。你不要看不起我爸爸。我哪看不起啦？你当然看不起他，你老说他，我爸爸可了不起了。那不了不起啊？当然了。那不了不起啊？是的。哪能了不起啦？我爸爸呀，是红角儿。什么？那不红角儿啊？哎，红角儿哦。当然。唱戏啊？你干嘛？搿个哪唱戏？你干嘛？真是的。那不侬还当我不懂啊？那不来啥地方唱啦？啥地方唱啦？天成舞台。天成舞台哟，那天成舞台唱戏啊？过去吧。挂2台。过你吧。哎。上当。扫边老师倒有个这样当。扫边老师，包你多少？4块大洋。4块洋钿啊？是的。哦，那阿爸4块洋钿啊？不要说的，我刚刚有一双眼我看里出去了，一些回转来，啥东西交通银行来我看起来那阿爸这个了不起了。当然了不起了。我当侬讲，所以以后对他好一点。那阿爸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不得了不得。侬晓得我哪能会得看出来？侬晓得伐？怎么看出来的？那阿爸第1日天进来个辰光，我手上拎只箱子搿种腔调我对你张面孔一看哦哟，天下世界没只面孔比那阿爸还漂亮。到这了！这个人太坏了，得去了海玩。回到房间里向嘛，哎呀，想实在，今朝夜里向红雀儿上床子，搿顶顶要进身浪向衣裳，要一脱裤子，2件上衫，1件夹个，1件单个。那么1件嘛稍微好点，
搿件海个是平常不舍得拿出来搞，那今朝要去上场子要拿出来个，没把过来拍箱子打开，不晓得这样子，上头飞到下头飞来飞去唔不要，阿姨哪能道理呢？我明明放进去个哇，哎，奇怪了，我真的，我明明放进去的呀，怎么没有了啦？记得崔海棠，看见囡恩来翻箱子，伊个心已经憋2天了，一张当片袋里向摸出来，怎么回事？别少，别找。什么？当片？10件上衫当5块洋钿呀！哎呀呀啊！伊还当没当我个衣裳呀？我身浪向侪是海个衣裳呀，你侪拨我这样，你要去赚铜钿个呀？5块洋钿，哎呀，那么这样子，啥天嘛？要一塌瓜子拿出来11块几角洋钿，付脱房钿5块洋钿不够着哇？搿么哪能呢？实讲啵，等到要第2次拜年拿出来，让我再继续。不晓得没办啊？那要做天边种是搿件衣裳才少不转个呢，也没办法哦。辰光差不多子，要吃夜饭，台浪向侪准备好，书是一口没。哟，要作业，眼睛闭了浪，实在吃力死着哇。爸爸，爸爸，起来吃晚饭啊！崔海棠是作业，其实连早饭分吃。中饭也分吃，所以不能听见啥个吃饭子。马上搿个里向不能回应我，床浪向硬桌子上唱起来嘛，一大路过来，身体直下来，搿个筷子拿到手上，对台浪向一口嘛。爸爸，今儿多吃点，我夹菜了。我说美宝你，你今儿夹菜了？是啊。早餐钱是多少钱？4毛钱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我自家发汗，说句话，说出报应来着。4角洋钿一夜天，你去搞一只菜，4角洋钿一夜天就8天的菜。可是个崔海棠看上去个炒三鲜。我说美宝，爸爸，你真不懂，你去加这炒三鲜干嘛？这炒三鲜吃下去，人的肝火就旺，等于这炒三鲜肝火一样的菜。听着弄不懂，哪吃这菜三鲜肝火会得样的呢？以后你别加，不能加啊！哦，用不着加啊！够了就够了啊！爸爸您别生气，多吃点啊。吃，你哎呀，我知道了，爸爸您多吃点嘛。吃不了那么多，你来，房间里向一塌瓜子只有2个人，客气啊，洋头客气啊。啥个叫角儿？崔海棠，搿种才叫角儿。那行今朝过到团牌里认真，今朝只为只挑别动里照样认真。吃过子夜饭，面孔卡得干干净净，身浪向拍拍清爽，脚浪向换一双半新旧的布鞋。我说美宝，爸爸，哎呀，嘿，不愧红角儿。我也要红角儿，可不能吃黑角儿嘛！我要讲，晚上我11点回来，别等我，你先睡啊。我知道了。爸爸。爸爸，路上小心着点啊。那我去了。慢点走。最后了，搿辰光忙着外头带出去，今朝第1日天做挑别动，你看你搿个2步路会非常轻松。出去其实走2个弯，随后搿个后门啊，啪啦进来。先传行恩公，小王辣浪路搭看见了，背心浪向一记黄先生。你，我再来着。哎，你老来这对来着。我跟你讲，今朝个媳妇得了。什么戏？王洪仁王来背。3分铁公鸡。3分铁公鸡啊！真刀真枪一好难，上海人唱戏讲真刀真枪。今朝不点颜色不能看看。好的。那我化妆间在哪？化妆间侬晓得那门侬走到搿搭前头呢啊，那第2间啊，侪是贴边上里向，交关人了还。放心就是。先去当个站，我等侬泡澡啊。你去吧。崔海棠一大路行过来，说实到搿一个房间，唱戏里向花头性蛮推的。假使乃是挂团牌，角儿搿个房间另外关开，搿个里向非常漂亮，
要杀有杀。但是搿种龙塔搿种挑鼻虫，里头搿间房间呢，是非常大一间大房间，空空荡荡。椅子上头有几只台子，台子浪向几面金子，金子边浪向红颜绿色搿种颜色光还几只。人头蛮多，崔海棠踏进来，大家也勿认得。但是昌喜是只讲规矩，出主张小李，江山公公，自报山门。我姓胡，胡山。今朝哪位到搿搭来？是顶天，你到搿搭里向个小阿三是顶天来个，多多包涵，怕打个招呼。留下来就是火桩子。今朝啥个戏？今朝是三本铁公鸡。搿本戏到今朝一日，据说，现在辣恢复过程当中，是乱设是长远。搿本戏当代现在说起来一天世界。所有的挑鼻虫，现在说起来就是所有的士兵上身全部都要擦布，表示搿个战争的激烈，全部都要擦布。那么其他挑鼻虫身浪向衣裳侪脱脱嘛，崔海棠你当然不能例外，两个上山里向兜山碰下下来，不晓得等到了衣裳把下来，边浪向人一看嘛，要死快，哪个朋友你也来做挑鼻虫啊？大边搭个百姓只有断两寸，你不要掼断脱个那个朋友，这个为此同地的性命不要子。衣裳衣嘛，缸浪向裹一裹黑，上身擦布，下头是短裆裤薄底袖，头浪向一块黑布头，砰当一个英勇杰，是真刀真枪，实在扬开皮的。但是上头克鲁米大了，那本事假使贪玩，划了身浪向还要出血。崔海棠，么事改好，其实根本还不动身了。10多年分办搿种物事，叫啥？已经有点气得喊喊。边浪向个箱子上头一坐，辣浪大腿起。我现在往是后台里过个呀，一路过来啊，再都正下来，都正下再。胡三，哎，王先生，这个王先生，你书记啥？好了，这嗨，这叫你台上一去唱戏个山东的，山东的，你面孔上也不顶颜色，不里头看看。不，我还要开花你是不看呢？一点点分脱，你哪还上去呢？不来，他顶颜色，他。不是，像我这面孔已经是花里还要花里。别人讲出自动地毛片来了，我听。对，好。实际李是我的老板，我听李个闲话。崔海棠摆过来，其实崔海棠再不愿意找搿个金子，但是没办法，过来，对金子里一照，这面孔自家不要看。那么他个做啊，你不要看看边浪向两只挑鼻虫，是别个随着龙塌起来认真哦，颜色再好做，当星星。来看崔海棠，起手红颜色里向沾一点，绿颜色里带一点，黄颜色里向漏一点，三种颜色，侪浪搿只水浪向，搿种水叫本事。盖得太阳眼里向一清，流了哗一路，顿时之间3条颜色，红、绿、黄3条，滴绿红一只圆圈圈，三个麻将牌浪向这一同上岸，你看。哎呦，你搿个那种吓死人种啊！一时话来不及的，上。实在你小王，你本事太会，你也晓得，为得弄搿一件生活，你应该晓得，搿个朋友肯定是大角儿，你不懂搿个里向昌西里向搿种文化、搿种历史，你还不懂。谁让搿辰光负担该多，完了，后场，后场，就是关照所谓挑鼻虫会场，挑鼻虫哇！猛针外头涌出去，给他火窗开出去，这些有几斤武体啊，4斤传到后台，哗！崔海棠有头奔上去，是不是昌西？搿个里向踏出来是有钢琴，假使2个角儿头排主要人物，你踏出来个辰光，背后不是有扇门的，门上头侪2个字：出将十三，搿当场好出来。那么挑鼻虫里头哪能挑呢？里头呢是。就摆了团头马给他，这边浪向排队，里头就是各个路过刚上起来的之后，那么里头一个排子队了，往正啊对浪冲出来。崔海棠妖精奔出来，一看呢，比自家买那个认真的这个演员大有人才，已经6个把好出。崔海棠老实的往正第3位置浪向一立。不算数，为了打前头打招呼，打后头打招呼，为了打招呼。但是你哪晓得崔海棠？今朝你辣搿个第7个位置浪向一立，
你已经得来自所有的挑笔虫。为啥？挑笔虫里向搿个有行当，有分档。今朝你都排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搿个四只挑笔虫，为啥排了前头？就是因为本事比较。所以夜里向动地拿得少，一夜天在四国洋地，下头有看卡写的，侪叫你四国兄。本事比较，所以导致台浪向你翻一只跟头，别人家下头呀勿会说你。但是你晓得五六七八搿个几个，搿个位置上搿个几个，一夜天是北国洋的一夜天，也就叫北国兄。动地多拿一倍，导致台浪向再少5只跟头。再留下来9只家台开，再爬下去，乖乖，搿个动地拿得都是1块2角一夜天。但是你要本事，你要身体健康啊，你都飞起来要谋上飞啊！川海堂你不懂，搭上来地产个位置浪向一立，拿拿几花动地四国洋地，所以说四国兄今朝来了北国兄个位置浪向，别人家5位置，啊是，搿只挑笔虫新来个，蛮老快个。是吧？今朝搭上来，侪显显本事。我这个动地拿得少，其实我的本事，我是北国兄的本事。葛么哪？你真的以为你前头2个摊位啊？是？所以大家眼睛啥啥嘴巴花花，你就是怪啥个只挑笔虫，吹流河山，是吧？怪啥哩？难怪让台浪向难怪，你看啊！搿面路过家长起来了，讲再讲，搿个路过家长的点子，搿个有名堂叫节节风，砰一口一劲，气氛起来了。搿个幕布网针2半被拉开，分拉到第一个辰光，搿第一只挑笔虫网针后头啪啪啪啪啪啪啪奔出来了，奔到后头啪啪2只跟头。第2只挑笔虫紧紧跟上，啪啪啪啪啪跟出来，啪啪啪啪4只跟头，第3只挑笔虫哇跟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8只跟头。台下头搿个观众有2个是老看戏了，是吧？那老周哪桩事体啊？哎哟，老爷啊，今朝勿得了嘞！今朝看上去啊，2只挑笔虫搿能样子翻法子，拼命嘛！上哪里就搿能样子，搿只看上去。我跟侬讲，今朝王虎城王老板被伊拉落死。今朝搿个上。那个要好，我才好，下头话还好。你也晓得，等到第5只挑笔虫辣浪台浪向飞下去的，辣浪台浪向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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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样飞下去？下头观众心里全部把你吊起来，还有跟着那个这龙把水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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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海棠水从地产位置上慢慢就爬过来，看得清清爽爽。啥么子？我以为上海是挑笔虫，北方人叫武行，把一个有样的叫已经。上海人要3非法子啊！搿个我哪来事？不是最海棠你，不是你搿个啥个说话？你是一等有脚儿，你哪现在讲搿种啥个？侬哪来事？你哪讲搿种闲话？前头观众朋友们，唱京戏不简单，应该每年天练功夫的。崔海棠，你16年份翻。崔海棠，你身浪向，你也晓得，你个毛病已经重到哪1年，你叫分期看。你每年天浪吐血，你已经是第3期的肺病。你哪去飞？所以崔海棠辣浪爬上来的辰光，心里有所紧张，外高头浪向汗辣浪支出来，不晓得背后头个朋友去比把枪子，忙着拿背心浪向打落手上来，上，轮着你上。你别退，我拼老命，崔海棠要拼老命战。等到崔海棠爬到搿里啥位置浪向，搿面路过家上，你都不晓得。已经到搿个问题上，你一想，搿个路过家上的底子更加急。崔海棠忙正外头用所有的力气，奔出来，哎呀，奔几花路，
天然舞台搿一只台哦，据说历史浪向过去辰光，搿天然舞台可以有4000个观众，原来是监视2000个观众，今朝一日越来越少，1000个观众。所以搿只台，难想搿只台有几花大。水海棠本个是搿只舞台个1/3，奔到搿场场花，加个一个冲力气条，啪穿上去，搿一记啪穿上去轻松，留下来了半空当中，啪一跃飞过去，漂亮，定定关键。那就是搿个两只脚落下来是定关键。大家晓得，现在世界比赛个计划，跳鞍马搿两个朋友，上头好看法稀奇个，定定要紧，不让它落下来，有个不让当一高更多。吹海棠，啪上头漂亮，两只脚落到台板浪向，难看啊！打，像钉子上的打。下头有两个老举个看客，一看。像搿个朋友哪是跳别动，搿个朋友就从出来、翻起来、落下来，立到搿个台板浪向，搿个一连串个动作，搿种动作之标准，搿种动作之漂亮，搿种深邃之轻盈，搿种哪跳别动，哎呀，搿种是无上了作啊！有个老举啊，随了让再邀请辰光一声好好。搿么崔海棠拨人家喊好么呢？网镇里向进去，崔海棠哪好意思呢？还拨人家满场飞，我一只跟头我才进去，难为人，你以为难为人呢？记得崔海棠分出来个辰光，你已经盘手叮当，今朝出来多发翻，我翻3只跟头，3只，所以第一只啪留下去，也就是第二只个起跳嘛，砰人一抬起来，牛关是实讲轻盈。半空当中，砰一跃，牛关实讲漂亮。两只脚打落到地浪向，这有理晓得，本人是看不出，样子蛮好。啪，两只脚到地浪向，不是搿个脚，是个膝盖骨，脚馒头2块物事。实上头里搿个2块物事，三个不是自家身浪向个物事，搿2块物事会得窟窿。有的是讲一松，崔海棠心里想暗海上发好2个字啊！实在心里想回分海水，搿个人已经立勿了网镇台板浪向，砰一记下去啊！你也晓得下头个观众，侪蛮有希望。实上头里跳到搿个朋友第七个白浪当一个跟头跌到台板浪向，哇！路上覅去讲理，还有人喊得难听，退票。有勿灵个嘛？崔海棠扑辣个台板浪向，通你覅去讲理。崔海棠现在面孔长得血红血红，啥体难为情啊！但是还好点啥人也不晓得，跌辣台板浪向，搿个人曾经是一代红绫。崔海棠还好，就是搿点面子还保了牢。葛末让做这张棒唱起来，也不管个事，不能争气啊！不要搿个锣鼓家声到再远放那一幕，那么呢也争气啊！那么锣鼓家声晓得搿朋友不是摊位，锣鼓家声慢慢叫慢慢，讲在将菜抢菜，崔海棠根据搿个锣鼓家声的，讲在将菜抢。谁？哦哟！要那这面孔那介破人了，那么快点，我叫这吓死人了，哇！所以他们啥都倒进去，哇！倒进去，倒到搿个后台，你也不晓得搿个下头是灯子为啥个，擦他手下去。搿三皇是作孽，哈呀，今朝才了，搿个人是里弄得来个呀，后哒哒的嘛，搿头发已经挂在正高头了，我总归认得了，好不噻啊？阿刁。周总啊，我总归认得多一高门，晓得呢。你还500个，你样样侪来是个，天边上不来是呢。哦呀，这你非叫实在，这就是我非听你讲噻，是吧？动力嘛我也非来噻，搿个2块钿批是我送不来，你嘴巴亲，我吃不住噻。崔海棠听上的，
我搿条命，我辣浪台浪向我跳脱，你现在关照我转去啊？转去现在讲起来就是关照我下岗。反正我现在回转去，反正我一家头死，我现在回转去，我为一个囡恩，我哪够以回转去呢？王先生，哎，你非要害我啦？对呀，我那个。请我生辰，听我诉衷伤。你这个算什么毛病？我名声本不是媳妇。我当年只图情意却不在家，红云恩随遭红娘，只得回家。吃竹把弟弟根，失落成炊，是不幸的可是光。此番冲啊冲，离家乡。迢迢千里，为了新妻房，那小妹妹心情真是空奔忙。理当归家，父乃囊水色。沟头已满目花，我做人早休想心思去。哎，你死吧不能死吧？真舍不得女儿。一个儿熬风霜，多么的心酸，心上好后宫是蛮好的，虽然我逝去迷绿郎。王先生，你这好事你就做到底。你要是现在把我赶走的话，我们父女双双让我死谁乡。我抽莲儿无声，给你王先生跪下。你句话来，搿我哪睡得起来？来，别去！那么要死着哇！你搿个不是不理气吗？要么我咋位置娘呢呀？跟我也吃饭馆是吧？搿哪弄法呢？怎么这个？哎呀！往边浪向一高去，全部侪是挑别人。再打起手穷节，看下戏。老块并苗头第三个位置浪向，阿拉第一日天，阿拉为啥呢？不晓得听了听到后来就觉着不对。上天搿个朋友里是不懂，说过去辰光啥个是轻易，今朝一日是落难上海，你是不懂，故而立辣搿只位置浪向，不自在不在。哎呀，等了边浪向听着人打鼓上难为情子，哎呀，弄错个人头。
辣搿一群人里向有一个人身在戈壁，上一帮头一帮搿个人黑楞登，身配好极好极，搿只面孔稍微难看点，满脸大背头个麻子。但是你勿晓得搿个朋友跳边虫里向第一把手，跳边虫个团队，脚里啥呢？随脚里黑三麻子，心地善良，实在听不下去噻，打上来。小王，对对啊，好了，啥个孩子叫？算了，算啥？算了，把它哟算了流下来，你都当我是人啊？当我不晓得个？刚刚谁人多？台浪向搿只帮弄兄弟噻，被人家做人哪听见了？现在不做害人？不知道啊，不晓得。好，算了。你讲，你讲算啥？侬得留下来。我说，摆辣你身上，我来看那个啥，你别再弄江里子啊！来，好噻，起来，非难搞啊！哎，大家不晓得呀，自家非伤心。那埃个呢，黑三麻子，你都铁边从当中个头铁头，上去打个招呼啊！嘿，大哥，你不要客气，啥的，那个年纪，我应该喊你一声大哥，你哪喊我大哥呢？实际上吧，既然你是不懂，上月也不弄个子，身体嘛又这样单薄，那么呢，我就教你，你不应该立辣搿一只位置浪向，你就应该立辣第一或者第二只位置浪向。那么你出去呢，你今朝就是不翻跟头，分眼。最后呢，一听上海个跳板从搿个里向会有2种经络，谢谢黑大哥。那么留下来，崔海棠责怪，等到第二幕开始，崔海棠手浪向对到一只，摆了第一个。等到路高头，刚靠起来，我崔海棠猛地奔出去，一个油塘哇对下来，对到最后砰一个两响。但是搿两响搿张面孔不是对着观众，搿个面孔对着侧面，下头看没一到别过着了，不晓得留下来打不来着。其实搿个打辣金家界里向极其讲究，平常辰光侪接单子，平常辰光练个，而且还有南派了、北派了，花头已经蛮透个。那么最后呢，想今朝我第一日天来，侬都没打得起劲，我去搭啥人打？搿单子浪老打了，还是？李为了让边浪向看，不打么难为的，侬不定四国洋的，打么搿个套路出不也两样。各位来想不要去管理，所以打吧，把它抽进去了，不晓得怕抽到里向，果然搿个套路两样，哗上去一记不对，过去侬很可惜哦。我的老看卡是不几句话，一口就看出来，我哪能桩事？侬看搿个人有毛病的嘛？那这个坏人哪能自家侬看，不是呀，伊拿搿个好人拍杀脱了呀！哪能坏人被放脱了呀？侬看哪能桩事体了？哎，坐牢里，不要被跑！张小，搿是计划内个事体哦。所以我要说书嘛归说书，我要讲唱京戏，搿个是真的是得本事啊！不过我也不懂，唱京戏搿个智取威虎山，搿辰光杨百姓我得懂个。智取威虎山里向最精彩的一段，那就是最后一段八几搿个一段最有名气了。蜀山调53过生日，所以讲搿个妖精关头，解放军军营里向一个土匪叫栾平的，不当心被你拔到山浪向。你一看嘛，搿个杨子勇一看就被你认出来，你身份过户，你是解放军，你现在辣蜀山调边浪向，现在说起来你是简单嘛，你搞啥个民航军？但是也不能低穿你，啥体？搿个土匪有规矩，凡是低穿，证明你是被解放军捉牢过的，你自家也要死。所以，讲不好讲，哎哟，乖，搿个两家头神枪实走。但是讲到最后，杨子勇深得蜀山调的信任，结果蜀山调相信杨子勇就是老九，不相信你。那么留下来就关照搿老九，所以侬搿栾平打出去，一枪打他崩出手掌。搿西南以内。这个戏呢是吹响仪式，随从当中往里砰，搿栾平一领往正葫芦头里向拖出去，就在个山洞里向拖到外头。不晓得呢，拖出去那个杨子勇导致外头我身里向光滑那个啥，贪为眼眼破坏子你个妖精的事体，给他手枪摸出来，嘴巴里向念念有词，我代表人民，代表党，啪一枪，搿个栾平当场枪毙脱。其实杨子勇搿把枪里不危险。那么搿把枪
搿个声音落得来，㑚也晓得，里边浪向有个朋友搭档啊，搿边浪向有个朋友立好了咯，门前一只高凳子，高凳子浪向铁凳子，铁凳子浪向有火叶子，里水浪向拿把小榔头，所以登来个啥物事？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啪啪一记上去，天衣无缝。你别看看搿个一记啊，平常辰光，搿辰光侪练了咯。过去我唱杨梅戏，啥个侪住了一头个，啊是吃饭个辰光，关键搭饭个辰光，来讲，让我再练两遍。那么搿个杨子勇有嘴巴里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侪啥讲练了了嘛？不晓得今朝个杨子勇还是讲哇吐出去，搿水枪我出来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出来搿上去不像呀，伊哪能桩事体？哪能桩事体没翻去管理？那么呢，快点再来一句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。一上去又会不响，哪会得不响？搿出了香烟里头了啦，辣点香烟哦，啊是。唱杨梅戏，搿个太会不起啊！搿个杨子勇活络得急，啥？我枪不响，搿把刀我为把刀了，我用把刀我努力说啥？哎，台浪向啊布乱动啊，想到该大把枪腰里向唱一唱，把刀梆摸出来，往这个楼门腰里向拉上去，嘴巴里向照样搿句词儿，我代表人民代表党，炸！虽然搿个辰光只听见耳朵旁边，啪！那个10分来，搿个辰光来开枪来，搞啥名堂去了？创新戏真来，吹海上惠州戏，川普真人要明朝继续。他是舞台上倾国倾城的京剧男旦，他是鸳鸯蝴蝶派的经典爱情小说，一段苦情笑含泪，一代红伶成绝唱。6月6日起，谭子名家徐慧欣、周红为您演绎评弹版民国第1言情小说《秋海棠》。浪向只听见咚咚咚，像山洞鼓这样开出去，没把那开心。现在要去看看红军儿去啊！一路过来到天寿舞台门根水嘛，哇！也想看看个霓虹灯，哎呦，山刚刚举起个雨，哗，已经飘进来这样。再让我进去吧，往西在里向还可以。所以大大里向嘛，搿个山水一水，望着里向踢踏踢踏踢踏让进来。你哪可以随着俺冲进去呢？辣驿道门跟随有一只高凳子，高凳子浪向坐好一个人，搿个人做啥个生活？搿个人售票的。那么刚刚蛮忙，现在结束了，里向已经开始，外头雨大得这样一夜，所以搿个朋友没啥事体做嘛，盖了个墙头浪向一辆坦克车，扬起有人，上头就听见。踢踢踏踏，踢踢踏踏，踢踢踏踏，有人进来着。搿个看卡倒是来得个辰光啊，现在辰光来，眼睛掀开来一看嘛，右脚有个小姑娘，等到里最近，往一只水洼伸出去，来，票子。没把带你看看红军儿个囡恩来要票子噶，什么票子？